新店有一间启灵中心是针对着身心障碍者来开摄影课，教因利用手机去记录在地景致甲记录，嘛为因来举办摄影展，希望民众会当有机会对身心障碍者的角度来看到无同款的风景。 现场正的摄影作品有迄以古法烧做火炭炭窑，也有迄造船厂有来制船过程。其实这拢是身心障碍朋友的作品。敢若短3个月时间，成立一间启灵中心，19位学员经过摄影老师看教，都法度利用手机翕出美丽的作品。有的放一些木炭可以烧，靠近一点，我们就可以拍越多越好。而且拍照难不难？不会，拍照很开心。 老师教我们有艺术的感受，是技巧，从前面到后面要有技术，你要拍到最好的样子。有这几道翕相的老师指出，其实这些身心障碍的学员，甲一般人无啥物无同，只要加一寡耐心甲鼓励，因嘛会当翕出真好的作品。多用耐心，然后可以很温柔的示范出正确的，然后带着他拍出好的作品。那其实他会慢慢有累积成就感。其实就跟我们一般人一样，都需要被鼓励、被支持。他们开始去观察，他们想把自己心里所传达的一些事情。 家人、朋友的生活写照，你也能够拍摄出来。在这个拍摄出来之后，他可以跟更多人来分享。透过作品对因的角度，重新看到生活的美好甲希望。每一张作品都有无同款的节奏甲色彩，让民众会当透过作品去感受身心障碍者的世界。记者杜君豪，新潮报道。